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较近的病例上多新北市，讲这个居家照护关怀中心一天接到将近6万通的电话，为了要来因应到大量居家照护甲居家隔离者生活需求，新北市政府今仔日开始，把这个居家照护关怀中心电话专线为24线增加到100线，会阁随着疫情的变化来增加，上多会当增加到将近1000线的容量。新北市长侯友宜讲，希望会当及时来解决掉民众的疑虑，和轻症确诊者伫咧厝内底会当得到妥善的照顾。新北市居家照护关怀中心电话有够侪，面对疫情，民众有真侪疑问。本来电话有24线，早就已经无够用啊。每天有将近6万人次的电话的垂询，以及需要给我们关心跟支持的市民朋友，所以我们的量能是会不断的扩充。侯友宜表示讲，到5月7日为止，新北市居家隔离数已经有37000人。这款数字会较侪，袂较少，将会看疫情的进展来做调整。侯友宜嘛，希望讲中央的官员会使亲身到地方看卖。我也更希望我们中央在第一线的 CDC 的这些官员们有机会到第一线来，理解第一线在整个服务的量能。新北疫情一直发烧，基层的量能有够严，市政府建立居家照护网，希望讲会使将这资源用伫该用的所在，度过疫情的风暴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